明日預測2026年1月7號，嚴明熙 Sony Music 簽約記招，全拆解，唔止係加盟，係一場名權利嘅重新定義。聽日2026年1月7號係香港樂壇一個大日子，大家期待已久嘅嚴明熙之子將會正式同 Sony Music 簽約。今次記招唔係一般嘅歌手轉公司，而係一場經過精心佈局、多方勢力聯手嘅天后升級戰。第一部分呢，就而家studio 主導啦，獨立自主嘅真正含義。聽日記招嘅第一個核心係確立 NQ Studio， 然後工作室嘅主導地位。以往歌手簽唱片公司通常係連人帶合約賣身，但係 Gigi 唔同，聽日佢會以工作室老闆嘅身份登場，自己話事。NQ Studio 依然係 Gigi 嘅經理人核心，負責佢嘅形象同整體發展決策。伙伴關係 Sony Music 唔係佢嘅老細，而係佢嘅全球戰略伙伴。呢種模式代表 Gigi 擁有極高嘅自主權，唔再係大台流水線下嘅產物。第二部分估計合作模式，黃金四角點樣分工？大家聽日要留意現場出現嘅名單啦。呢個1+3合作架構先係最強嘅商業信號。Sony Music 唱片製作與全球發行 ，Sony 將會提供國際級製作資源，目標係幫 Gigi 打造一張具有國際視野嘅大碟，甚至衝出亞洲。聽日好大機會會即場宣佈第一首新歌嘅製作名單。CMC Live 內地資源與資本莊家作為 TVB 嘅大股東級別資源 ，CMC 係扮演住開路先鋒。點解 Gigi 獨立後仲可以上 CMG 新年 show 呢？就係因為 CMC 喺背後支持。聽日或者會宣布更多內地嘅戰略合作啦。神燈娛樂巡演與執行引擎，神燈娛樂擁有主辦張學友、鄭中基等天王級演出嘅經驗。我估計佢哋會擔任 Gigi 2026世界巡迴演唱會嘅投資同製作方，將演唱會嘅規格提升至神級水平。第三部分啦，26年大計官宣，由大灣區走向國際。聽日Sony Music CEO Andrew Chan 好大機會會親自宣布26年嘅具體藍圖。咁就首張個人原創大碟，預期會邀請國際製作人操刀，徹底脫離選秀歌手嘅影子。世界巡迴演唱會啟動，延續亞博演唱會嘅氣勢，以大灣區為起點，進軍東南亞甚至更遠。品牌代言升級，隨住加盟國際唱片公司，好大機會宣布同頂尖國際品牌嘅長期合作。結語，聽日過後，嚴明熙唔再係電視台框框入邊嘅鄰家女孩，佢已經係一個由全球頂尖音樂團隊 Sony、資本張家 CMC 同最強執行部隊神燈娛樂共同打造嘅超級天后。聽日嘅記招將會係佢向世界證明自己價值嘅新起點。願你今夜平安，亦祝 Gigi 喺 Sony 嘅新航程揚帆遠航。我承認以上預測係比較誇張，當一旦官宣，我會即刻再出片講清楚估計同現實有冇落差。聽日見。